这里是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市中心的苏赫巴托广场、使馆街，昔日的绿色草原、蒙古包、奔驰的马匹，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大厦和知名品牌齐聚的繁华街道，林立的高级住宅和商业设施，跃升为蒙古新的地标建筑。凭借矿产业的发展和房地产经济的活跃，蒙古的经济迅速成长，使蒙古的上流层和停留在蒙古的上层外国人口大幅增加。而相比上流层和外国人需求的几何倍数的增长，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的城市空间已呈现饱和状态。他们渴望更加独特且现代化的奢华的新的空间。以首都乌兰巴托为首的全国各地对商业中心和高档居住环境的需求日益增加。兼备居住环境和商业空间的基础服务设施，解决如此迫切需求的最佳方案，就是今天的主人翁——奥运住宅村。与市中心的苏赫巴托广场、使馆街、蒙古唯一的游乐场相邻的高端商住混合楼盘奥运住宅村，并与中央塔楼、蓝天塔、香格里拉酒店相邻的最佳选址，位于乌兰巴托 CBD 中心的最后一处高端商住混合楼盘，被誉为蒙古最时尚、最高端的空间。奥运住宅村将严格筛选知名品牌店的入驻，将成为该地区的既可以提供蒙古中上层渴望的高档购物空间，又能满足居住需求的最佳生活空间。奥运住宅村总计16层，办公室、购物空间、西餐厅、高级公寓等齐全的商住混合楼盘，计划1至4层为商户，5至16层为高级公寓，还有28平至130平以上的空中楼阁，种类多样化。依托如此优越的选址和地产品质，以及庞大的需求，已完成80%的楼盘销售。目前可销售的商品为极少数的空中楼阁和1至3层的大型商户，静待问津。施工单位为蒙古13年资深房地产企业 APIP， 租赁、楼盘销售及绩销等全面经营，由蒙古首家且最大的房地产中介公司 Mongolian Properties 全面负责，最终竣工时期为2015年第2季度，预计年收益率为12%，能够满足蒙古上流层渴望的生活文化的最佳设施及解决方案。以独一无二的优势和信誉为基础的蒙古房地产投资最明智的选择，正是奥运住宅村。